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哋繼續龍騎嘅故事。龍騎用上 Strike the Vector， 將利刃連人大盾打飛。之後佢發現手臂即將消散，就逃離鏡世界。喺另一邊廂，連好彩執返條命，發現古董店嘅老闆早已經不在人世，所以佢根本就唔係利刃。即將離開嘅時候，佢見到自己同優衣個名，於是佢好急忙咁樣揾優衣，但係已經為時已晚。須藤利用侍郎嘅車做利，引誘優衣上車，將佢整暈。好彩連發現奇怪嘅車輛，揾到佢嘅下落。而連通過電單車嘅優勢，將須藤逼停喺某個碼頭，亦提出單挑對決。再次面對人數上嘅優勢，須藤再次果斷咁樣離開。連抱起優衣，表示真絲自己送頭就可以啦，唔好將佢同優衣拖落水。喺另一方面，須藤收到玲子嘅電話，就前往醫院調查。但係原來呢個係圈套，佢就即刻逃走。喺追趕嘅途中，霸王蟹直接吞咗兩個警察。緊隨其後嘅真絲就想了解真相。原來須藤同古道店老闆做咗違法嘅交易，但係老闆嘅慾望越嚟越大，被迫無奈先將佢抹除。呢個都係成為騎士嘅契機。真絲了解咗之後，表示自己絕對唔會原諒佢。但係突然連到達，表示佢冇覺悟，交俾佢嚟將須藤解決。佢哋兩人變身進入鏡世界之後，兩人各持武器，互相激鬥。大片刻間，夜騎就俾利刃束縛。面對下風，夜騎用上 Advento， 用音波解除束縛，再用上 Sword Vector， 用上劍打走利刃。利刃都不甘示弱，用上巨鉗不斷攻擊，鉗住夜騎。好彩夜騎用劍擊中卡合，最後用上 Final Vector。利刃亦都用上 Final Vector， 喺空中用上螺旋轉擊，展開碰撞。夜騎率先倒下，不過利刃嘅卡合突然破裂，霸王蟹就解除契約，親自食咗近呢嘅主人。霸王蟹同時攻擊夜騎，將佢擊飛。好彩龍騎及時救咗佢，隨後即刻用上 Final Vector， 伴隨住無雙龍嘅環繞，用上火焰踢擊，徹底擊敗咗霸王蟹。之後無雙龍想吞咗能量核，但係真絲叫停咗佢，黑暗翼蝠就趁機搶走咗。見到呢一幕嘅夜騎，表示呢個就係騎士間嘅戰爭。而喺某一個地方，一位新嘅騎士誕生咗，無面超人鐵騎正式登場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，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